我有溜球过，我哪唔知这个物件？炒面、寿司面。那寿司面是什么？我伊是一个店名啦，伊的辣椒听讲足厉害的，所以去遐食伊的面吼，一定要淋伊的辣椒。趖仔卷，人讲趖仔骨，嘿，沙骨，吹的肉丸。我即摆吼较健康啦，较无遐食遐甜遐油的物件。哦，这有够歹选的。烘的烘鱼啊，烘鱼。我即摆吼较健康啦，较无遐食遐甜遐油的物件。我有溜球过，我哪唔知这个物件？溜球过啦，我会记溜球过可能是恁有找到迄有一种像咧内底有蓝金龟迄种的，自细汉食到大汉，所以一定是选溜球过。大家好，我是陈明贤，全球的巨星。每礼拜四到拜五暗时8点，公司台语台听准时收看。海导览先生，若是时间袂拄好吼，买当伫这个台语台的 YouTube 顶悬收看哦，爱记你看下。